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火炭星海提案分享嘅 Angel， 今日帶大家嚟到大埔太湖花園1期，係一個實用面積355尺，有新淨靚裝修、望開陽球場景，啱晒上車客嘅優質筍盤。以下落嚟仲會有屋苑嘅詳盡介紹，我哋一齊睇下。太湖花園合共分2期，1期共有12座，係1992年嘅3月入伙，單位嘅總數係1985伙，由信和置業及中國海外合作發展。2期得3座，共有491伙，由信和置業發展於1994年12月入伙。2期加埋總數合共有2476伙，單位戶型多元化。屋苑嘅2期均設有獨立會所，環境優美。會所設施包括室外泳池、網球場等多項設施。由屋苑穿過行人隧道步行去太和火車站都只係需要約4分鐘嘅路程咋，交通十分方便。火車站設有商場，購物一應俱全。我哋今次睇嘅單位係位於屋苑嘅1期，實用面積355尺。單位望開型嘅球場景，附設新淨嘅裝修，客廳間隔方正，有足夠嘅位置放到梳化同電視櫃。而另一邊嘅位置就係飯廳，可擺放4人餐台。廚房有足夠嘅收納空間，可擺放雪櫃同洗衣機。洗手間有窗，空氣流通，係用企缸嘅。2間睡房間隔方正，第1間睡房可擺放單人床同衣櫃，有2邊窗。第2間睡房可擺放雙人床同衣櫃，2間睡房同樣望到球場景。大家睇完呢個單位，如果對呢個單位有興趣，想預約睇樓或者任何嘅查詢，歡迎隨時聯絡返我啊！多謝晒你哋嘅收睇啊！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